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0号。这一期啊，咱们聊聊就业，聊一聊最近这个就业市场啊是什么一个行情，什么一个情况。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这个吐槽视频啊，一个小姑娘，她是实习生，现在在实习啊。她说她实习工资啊，一个月只有996，就是我们都听说了996指的是什么，但是她的工资是一个月996，然后她就发了个视频在网上吐槽啊，结果啊，据说被她老板看到了，然后她就干不下去了，就离职了啊，就是他这个实习的工作也丢了。大家先看视频啊。我真的沉默了。我知道我们文科实习生不好挣钱，但是我也没想到我们会被压榨的这么可怕。我靠！我去了一个公司实习，那上一个月我简直是从早到晚每一分钟都在工作。我的工作时长是多少？我上班时间是多少，我的工作时长就是多少，真的是基本上一直在工作，没有不是说我不敢去摸鱼，是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摸鱼。就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强度之下，我还偶尔会加点小班，就下班之后还会去回消息啊，还会有一些业务。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上个月的工资是996。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一开始去的时候，这个HR 跟我说我的工资是1200到1500，然后我当时想的是，就是文科的实习可能没有那么累，没有那么辛苦，这个工资也还能接受，因为我想多累积一点实习经验。结果去了之后，没想到这么累。然后我就想的是，第一个月可能没办法，就是工资应该就定了嘛，就是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是应该是没办法我去改变了，我只能说等第一个月工资下来之后，就是如果他给我发1200到1500，那我就再去找那个老板谈，我就觉得这个薪资有点太低了，我就想要求涨薪。哇，结果最后发下来，哇！最后发下来996，我当时直接无语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知道吗？我说我想涨薪，那我都不知道我该涨多少。我原本想的是，如果给我发1500的话，我希望能够涨到2000。我现在发996，我跟老板说我想涨到2000，我是不是有点太得寸进尺，太不要脸了，太恬不知耻了？而且最让我气的是，我就是现在经常每天去看那个大轮对碰，就是重庆的一个相亲综艺，就是会找很多男嘉宾，然后跟一个女嘉宾这样子相亲。上这个节目的女嘉宾上一期都有1000块，我辛苦工作了1个月，只有996。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我1个月的房租都1000块，然后还有通勤。我的建议是，大家虽然需要累积实习经验，但是如果这份实习教不了你什么东西，他的工资还那么低，真的赶紧跑！大家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牛马，然后无止境的让资本去剥削你。反正我在这段实习当中，我没有任何的导师去1对1的教我任何东西，我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家人们，600多万人看过的后续他来了。首先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我现在已经从这家公司离开了。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像大家想的我去主动离职，然后这个原因我会一会儿再讲。我首先说一下我这条视频发布之后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首先就是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 ，HR 给我发消息说他刷到我这条视频了，然后给我点赞了，老板也给我点赞了。我就猜到我今天肯定免不了一顿约谈啊。不出意料啊，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一个怎么说，公司的一个管理层反正把我拉过去谈话，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公司不打击不打压我拍这种视频的兴趣，但是呢他们给我的建议是希望我能够抓住这波流量，用这波流量去结合一下我们公司的产品，去销售我们公司的产品。哇！我当时他怎么敢说的？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算是给公司造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舆论环境，但是他居然想让我在这种时候去卖公司的产品，我觉得不光我会被骂，这肯定公司也会被骂。但是总而言之呢，早上的这个谈话就是比较短，它就是只有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因为我确实特别不满这个工资的问题，加上我被调到新的部门了，因为我原先的老板他离职了，这个离职的原因也很有说法。反正就是在这个星期的时候我被调到新的部门，然后我在这个部门的工作呢，就是确实比之前少很多，然后比较闲，然后加上我对工资很不满，所以我今天就是报复性的玩了一下植物大战僵尸，然后就被不知道公司哪位同事拍照下来把我举报了，举报了之后我就离职了首先这个玩游戏确实是我的不对，这个离职是我自己的问题，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觉得很巧，就是一切都那么巧，就跟大家报备一下。然后回应一下，就是有网友在问我的工资是不是真的，我把工资截图放在这里。不过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确实是把这个数字记错了，因为小数点后面是6，然后我把它记差了，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最后就是有很多人说我就是长得这么漂亮，然后可以开直播拍视频的就能赚钱，我想说真的没有，互联网上的美女简直太多了。但是的话，因为我现在正好离职了嘛，我想说大家有没有什么仙人指路一下，教我一下，就是我可以做点什么，或者介绍一份实习给我也可以。我是现在大3的广播电视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如果这个姑娘，她不展示她那个收到工资那个短信啊，那还真以为她是为了吸引眼球，对吧？自己编造的。她实际到账啊是993.6块，她就是看花了啊，看成996了。虽然啊这姑娘是在实习，对吧？但是合着1个月啊，那一天只有30块钱，而且她一天干满8小时，有时还要加班，那这个工资也太低吧？真正的牛马的不如啊！有很多人说啊，这个是摆拍，是文案剧本，怎么说呢？不能排除啊，有这种可能。但是他说的这个事情啊，对吧？也就是这个现在的就业情况啊，实习生的工资这些东西是符合这个客观现实的。为什么呢？昨天啊，这个极目新闻呢也有个报道，你看完你就理解了，就这么巧啊。这个海口多家单位招聘研究生，月薪3000，对吧？刚才这个小姑娘是个实习生啊，她在大3，是学的播音还是什么广播什么电视大学，总之啊，她是个实习生。1个月996，对吧？这个海口多家单位招聘研究生，月薪3000，多家单位也不是说一家单位啊，多家单位招聘研究生的工资就是3000。有人说了，那3000那是起薪3000吧，对吧？干3月就工资就涨，或者是工资3000，那其他的补贴呢？其他待遇呢？别着急啊，这个极目新闻说啊，签订劳动合同可长期工作。近日，海南海口市龙华区多家单位发布招聘公告，本科生月薪2700元，研究生月薪3000元，较低的薪资待遇引发讨论。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网站8月18日发布《海口市龙华区资金与资产服务中心关于2025年公开招聘临时聘用人员的公告》和中共海口市龙华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关于2025年公开招聘临时聘用人员通知。他这个临聘人员是没有编制的啊，对吧？就是合同工，不是咱们经常说的什么体制啊、公务员呐，这跟他没关系，对吧？这个有点类似于辅警呢。说薪资待遇含个人缴纳五险一金，本科生全部是2700一个月，研究生3000元一个月。8月11日，该网站发布了海口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25年公开招聘临时聘用人员的公告。今年6月，该网站发布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公开招聘临时聘用人员的公告，也是同样的月薪，也就是海口市啊，很多单位本科生就是2700啊，研究生3000一个月。8月19日上午，极目新闻记者致电龙华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薪资待遇这块是按相关文件办的，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可以长期工作，不要老想着什么升职加薪啊，没有的事。所以你要看了这个新闻，你再回头看看那个小姑娘说的实习工资996，完美的契合啊！研究生正式工资3000，那个小姑娘实习生996都显得有点高啊，毕竟你是实习生啊，怎么就到这个地步了呢？这个我看网上有段子啊，说现在上班都上不起了，说不
上班在家里当这个全职儿女，跟着父母后面混，说花不了多少钱，对吧？因为你看住不用花钱，吃呢添双筷子添个碗，对吧？网那本来呢家里就有了，对吧？他那个电话费可以省了，他直接用家里的网，然后什么，对吧？其他的生活开支，反正跟父母在一块，那个边际成本很低啊。所以说啊，住在家里面不上班，当全职儿女，然后就还出去买菜，对吧？家里搞卫生，做饭，其实花不了父母多少钱。但是出去上班，对吧？你要是一个月拿996，那你还花父母的钱呢，因为你租房子，对吧？刚才那个小姑娘已经算了，租房子要花钱，你通勤，对吧？坐车来回要花钱，完了你还交社保啊。现在那个9月1号开始你不交不行啊，社保要扣你个人的钱啊。完了之后你，对吧？你多少还要吃喝吧，就是叫外卖一顿饭也得20啊。完了之后你同事好歹恐怕还聚个餐什么的。总之啊，这个班越上，父母倒贴钱越多。所以有网友就说了，上班的上不起了，不如回家当全职儿女，就少花父母点钱，对吧？你上班你反而花父母花的钱多。正好啊，这个财新网啊，他昨天看那一篇报道啊，说毕业季来临，7月不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调查失业率升至17.8%。这个财新网报道啊，他说随着毕业生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7月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明显跃升，带动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季节性走高。记住了啊，好不容易啊，这回真的是公布了失业率是在走高啊，对吧？这是官方公布的，国家统计局8月19日公布的分年龄组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数据显示，7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录得17.8%，较6月上升3.3个百分点，高于2024年同期0.7个百分点，为统计口径调整以来次高。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走高0.2个百分点至6.9%，高于上年同期0.4个百分点。不包含在校生的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下降0.1个百分点至3.9%，与上年同期持平。也就是啊，这个不包含在校生的，从16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失业率都在上升。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啊，年轻人压力大。这个是统计局给的数字啊，尤其是16到24岁的，对吧？这个失业率上升啊，失业率是17.8%，什么概念？自2024年1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公布统计口径调整后的分年龄段调查失业率，其中主要变化包括：一是将在校学生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二是将25到59岁劳动力分为25到29、30到59两个年龄组。调查失业率的变化通常与春节假期、毕业季等因素有关，与2024年趋势相近。2025年上半年各年龄组失业率均在春节前后升高，此后随着节后陆续赴岗返工逐月下降，仅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在6月小幅上升。随着毕业季来临，7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再度回升，尤其是前者涨幅尤为明显。2024年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失业率在8月达到峰值，9月以后毕业生工作逐渐落实后，失业率再度回落。青年失业率上升带动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国家统计局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0.2个百分点至5.2%，与上年同期持平。从重点群体看，7月城镇本地户籍劳动力、外来户籍劳动力失业率分别录得5.3%、5.1%，走高0.2个、0.3个百分点。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失业率上升0.1个百分点至4.9%。如果说海口啊那么多单位招本科生2700一个月，招研究生3000一个月啊，如果说那个咱们片子开头那个小姑娘拍的是剧本的话，那你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对吧？16到24岁的这个可以说失业率是飙升了，这也反映着就业难，对吧？你只要就业一难，那你的待遇就在下降嘛，牛马就这样啊。如果你要对这个，对吧，数据觉得还是模棱两可，不能反映问题，那我们再看啊，它就是这么巧，都是这2天发生的，就不由得你不相信啊。有媒体报道啊，对吧？网红超市知道吧？有大爱的那个网红超市招保洁，要求25岁以下本科学历。哎呀，你在超市干个保洁就擦个地，对吧？必须本科。就是我想知道啊，哪个学校有这个保洁专业啊？就传日制啊，本科这个学校有没有保洁这个专业啊？那他要本科干啥？还好啊，他只要本科学历，没说什么专业啊。8月18日，河南新乡啊，网红超市官方
公众号发布招聘公告，引发关注。热议之余，有网友发现其保安和保洁2个岗位要求25周岁以下，本科学历以上，你就招个保安要25以下，这不那是碧桂园的叫什么5星上将是吗？我记得以前这个说码农失业的吧，去什么3保，保安、保洁、什么保姆，还有个铁人3项，这个外卖骑手、网约车还是什么？这一下我告诉你啊，你码农你失业了，你当保安都当不了，因为年龄过了，对吧？人家只要25以下的。你看看他这要求很有意思啊，25以下，而且是本科学历，那就是大学一毕业就去干保安，对吧？你大学毕业就22岁了，有的在复读1年都23了，对吧？24的，或者你一毕业就去当保安呗。反正你要毕业了之后，你在社会上再混2年再当保安，年龄过了不行了。这个网红超市，他就为了上这个热搜啊，为了搞流量，就是不择手段的。这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门槛太高了，连保安、保洁都要求25岁本科。对此，这个网红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这个记者说，网红超市的招聘要求一直都是这样的简历投递后需要初筛后才能进入面试环节，不符合要求无法通过简历初筛，如心仪岗位无法满足招聘要求，可以再试试别的岗位。也就是这个网红超市就是我记得他前几天是不是要搞个这个幺蛾子，说什么他多少的这个岗位是留给这些叫什么刑满释放人员，就是为了上热搜，为了搞流量，就无所不用其极啊。关键他这么弄没人说了，大家都说他好有大爱。你想25岁以下本科完了之后保洁，那你意味着你这个孩子大学一毕业你就去干保洁，大学一毕业你就直接去干保安，否则的话你年龄不行，太狂了。为了流量最近人民日报还在给这个网红超市在宣传，在背书撑腰。当然了，人民日报干的荒唐事多了，对吧？他的这个叫什么华西村没少宣传，牧场万金也没少宣传，所以他宣传这个网红超市恰恰说明这个网红超市来日不多了因为这个有一个这个伟人说的或者有一个这个名人说的，是谁我忘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完美的人设，一个完人那么他就是等待着你去揭露他。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完美的，把自己打扮的完美的完人，那都是随时会被揭穿，就是等待别人去揭穿他。就比如说不写首付，类似这种我就觉得奇怪就是劳动部门面对网红超市这种招聘，他居然无动于衷，对吧？不去约谈他，不去整顿他，就任由他这么胡来，完了上热搜，完了把大家都带偏了。这就是赤裸裸的年龄歧视一个保洁居然要本科以上，完了年龄还25以下。实际上这一切说来说去反映的都是就业难，对吧？但凡就业情况好一点，谁对吧？孩子辛辛苦苦上了4年大学，学费交了几十万，跑到那个地方去当保洁，跑到那地方去当保安，这就是赤裸裸的侮辱有了点钱，有了点名声的，就这么叫胡作非为。所以说从这个统计局公布的这个失业率，再看着网上这些乱象，对吧？我们也知道这个就业难是越来越难，不是说已经改善了，而是越来越难了。怪不得这个很多民办大学已经招不到学生了。那你说你花几十万把孩子送到民办大学读一个本科出来，对吧？无缝衔接就去干保安，有理想有追求的去这个海口对吧？这个那些政府部门，对吧？那些单位去上班，听起来还挺好听的，对吧？在什么文旅局吗？虽然是临聘人员你不说谁知道完了1个月2700，研究生是3000，那你说对吧？你要读这书干啥呢？花几十万呢学费。所以你看是不是这个学历的性价比急剧下降？所以很多家长已经反应过来了，醒悟了，对吧？如其花高昂的学费去让他上个什么民办本科，对吧？还不如让他在家待着，或者直接去送外卖。但是送外卖这块也对吧？也保不住说不定哪天这送外卖的平台一高兴，对吧？你外卖骑手也得本科毕业，你没本科毕业你当不了骑手。我觉得外卖平台如果哪天也要学一下这个网红超市，要搞流量嘛，对吧？也可以要求这个外卖骑手必须是25岁以下，本科以上，对吧？爱送不送，看看到时候有多少人骂他们，对吧？还是说他有大爱，看看网红超市还能作妖到什么时候吧。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